好多媽媽朋友咧都問我點樣養到對仔女咧咁高大長肉又精靈喎？俾咩佢食㗎？其實咧最基本咧就係要佢哋食得啦，早瞓飲水，幫身體打好個底咧，自然少病痛。由細到大咧，我都堅持俾佢哋食健康三寶嘅喎，維他命 C 啦，抗氧化，提升抵抗力，益生菌，腸道健康，吸收得好，自然身體好。魚油丸嘅 Omega 3咧，增強佢哋嘅記憶力啦、專注力，腦仔咧發展得更加快。我咧係揀呢一個牌子啊，佢係粉狀，酸酸甜甜咧，有益力多嘅味道，好似咧食糖粉咁。小朋友咧每日自動自覺都追住食㗎。而魚油丸咧，我就揀呢一個牌子，因為咧佢係細細粒啦，容易吞啦，同埋冇腥味㗎。知唔知啊？每日補足呢三寶咧，成本加埋都唔使10蚊啊！換嚟小朋友咧少啲睇醫生啦，少啲食藥啦，長肉又精靈喎。如果你都想佢哋咧食得瞓得精靈又少病，不妨試下俾健康三寶佢哋食，你會見到明顯嘅分別㗎。